牛番茄香菇會做米飯。首先呢，準備做米牛肉、番茄、香菇、洋葱、蒜頭、生薑、醬油、鹽、胡椒粉、橄欖油同埋其他食用油、水或者高湯、青葱。將做米用清水沖洗幾遍，然後浸泡約30分鐘，瀝乾備用。喺鍋中加入1杯乾嘅糙米，倒入2杯水或者高湯，加入少許鹽，中火煮沸後轉小火，蓋上蓋子，煮熟約45分，直到水分被吸收，米粒變軟。喺另一口鍋中加入少許橄欖油，將牛肉切成薄片或小塊，放入鍋中煎至變色，然後盛出備用。喺同一個鍋入邊加入一啲油，將洋葱、蒜頭同埋生薑炒香，接着加入香菇炒至軟化，然後再加入切好嘅番茄，繼續炒至番茄出汁。將之前煎好嘅牛肉放喺鍋入邊，加入醬油、鹽同埋胡椒粉調味用，稍微翻炒均勻，若需要可以加入少許水或者高湯，讓牛肉同埋番茄充分入味。燜煮約10分鐘，最後將煮好嘅糙米倒入鍋中，徹底攪拌均勻，確保糙米同埋醬汁混合。根據口味調整鹽量，將牛番茄香菇燴糙米盛出，切上青蔥裝飾即可享用。